Hi guys, welcome back to Coco Spread Health。今日嘅影片呢係關於盤骨嘅。盤骨位置唔正確，導致到長短腳啦、脊柱側彎或者高低膊。事源呢就係因為有一位 follower 喺我嘅 Instagram 度 inbox 我，就話佢有盤骨傾斜、長短腳，令到佢會有單邊嘅腰酸背痛或者腳痛等等嘅。所以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呢個問題啦。我成日都話身體呢就好似一條鏈咁樣，只要某一個部分出問題，你冇好好咁處理佢，就會好容易令到其他關節都出現姿勢或者痛症嘅問題，令到腰酸背痛等等嘅。所以喺以下落嚟嘅影片，首先我會教大家 check 下自己嘅盤骨位置正唔正確，然後我會講下有啲咩原因會導致到盤骨傾斜，大家都可以留意下自己平時日常生活中有冇做緊啲令自己增加風險嘅事啦。最後，無論你已經有盤骨傾斜或者脊柱側彎，又或者你發現自己有呢個潛力患上呢個問題嘅話呢，我都會介紹一套矯正嘅運動，希望可以幫助預防或者改善呢一個情況嘅，舒緩你周身酸痛嘅情況。如果今次係你第一次睇我嘅影片，我係 Coco， 我係一位運動治療師同埋健身教練。我影片嘅內容主要包括痛症舒緩啦、矯正不良姿勢、健康修身同埋創傷預防等等嘅。如果你有興趣，記得喺下邊撳訂閱，撳埋隔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嘅資訊啦。好，咁盤骨呢就喺我哋身體中心嘅位置。正常嘅盤骨呢，你可以見到係左右平衡嘅，同埋只係有微微向前傾。我哋所講不良嘅盤骨姿勢呢，就包括今日嘅主題盤骨傾斜。傾斜即係指你由前面睇落去，你會見到一邊高一邊低。另外呢，仲會有盤骨前傾同埋盤骨後傾嘅。但係今日咧就唔講盤骨前傾同盤骨後傾啦，因為如果講落去呢，就講到天光都未講完嘅。所以如果你有盤骨前傾或者盤骨後傾呢一個問題，不如你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咁我可能就會拍過另一段片去特別講盤骨前傾後傾噶啦。盤骨位置唔正呢，可以衍生到身體上上下下好多嘅問題嘅。當你嘅盤骨傾斜咗去一邊嘅時候，盤骨上面嘅脊椎就會傾埋去另一邊，去揾翻個平衡。呢個時候我哋腰背嘅肌肉都唔平衡，長時間落去呢，我哋嘅關節啦、肌肉等等都會好僵硬同埋繃緊，所以就會有腰酸背痛嘅情況啦。除咗腰酸背痛之外呢，可能你膝頭哥痛都係關盤骨傾斜事噶噃，因為盤骨傾斜呢會導致到假長短腳。假長短腳嘅意思係你本身天生出嚟兩隻腳嘅長度係平均係一樣嘅，但係因為盤骨傾斜咗，令到你某一隻腳縮咗上去。咁就會令到好似一邊隻腳長一邊隻腳短咁樣啦。咁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長期保持呢一個姿勢，唔好講話跑步啦，每日都行1萬步嘅時候，兩隻腳嘅受力都唔平均，長嗰隻腳嘅膝頭哥負荷就會好大，好容易就會造成勞損啦、發炎、受傷，甚至到關節變形都會有嘅。檢查我哋嘅盤骨有冇傾斜十分簡單，首先企喺鏡前邊，然後兩隻手放喺腰左右兩邊，然後摸我哋兩邊盤骨最高嘅位置，再望下塊鏡睇下有冇一邊隻手高啲，一邊隻手低啲。咁導致盤骨傾斜嘅原因呢，主要都同我哋平時日常生活嘅習慣有關嘅。咁以下呢，我就講一啲事，睇下你平時有冇做咯。平時會唔會孭斜孭袋呢？會唔會撳手機慣咗只係用某一隻手嚟撳？坐嘅時候會唔會歪埋一邊翹腳坐？平時攞餸攞手袋，或者你有 BB 抱 BB 嘅話，會唔會慣咗淨係用某一邊嘅手嚟抱？平時搭 lift 或者等車企喺度嘅時候，會唔會慣咗單腳企，揾一邊身體借力？瞓覺嘅時候會唔會慣咗成日都係側向某一邊嚟瞓？或者你玩一啲運動係着重單邊身發展嘅，例如羽毛球啦、網球啦、golf 啦呢一啲運動，咁我相信呢，你至少都中咗以上某一樣噶啦。當然啦，我知道要改晒以上所有嘅習慣呢係真係好難噶，所以更重要嘅係你知道自己有呢一個壞習慣嘅時候，你要識得點樣去保養自己嘅身體，減少身體結構上嘅唔平衡。咁所以呢，以下落嚟嘅運動你就可以睇下自己有冇唔平衡嘅情況，從而呢將你平時日常生活對身體帶嚟嘅傷害減到最低。咁以下嘅運動呢，分為3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因為盤骨有好多唔同嘅肌肉黐住，當某啲肌肉過緊或者過度使用嘅時候，就有機會拉扯盤骨去不當嘅位置。所以首先要做嘅就係放鬆一啲繃緊咗嘅肌肉。
首先要注意嘅係腰方肌，佢由盤骨位置連到上去第12條肋骨，有啲核突核突吓。咁當某一邊腰方肌繃緊嘅時候，就會將盤骨向上拉，令到一邊盤骨高咗。所以首先就做伸展腰方肌嘅運動啦。坐喺地下，左手手踭支撐地面，放喺9點鐘嘅位置。呢個時候確保右邊嘅 pat pat 黐實地面，然後舉起右手，同時身體彎向左邊。我哋保持呢個姿勢15秒。而家將喺地下嘅手踭移前少少去11點鐘嘅位置。今次身體彎向左邊之餘，會有少少彎向前邊。我哋都係保持15秒。好，而家轉右邊咯噃。今次確保左邊嘅 pat pat 要黐實地下，右邊手踭放喺3點鐘嘅位置，左手指向右邊。呢個時候你就感受一下腰方肌，即係腰部後邊嘅位置有冇拉扯或者酸軟嘅感覺。同時你都要比較一下，究竟啱啱拉右邊呢嚿肌肉酸軟啲，定係而家拉左邊呢嚿肌肉酸軟啲呢？比較酸軟嗰邊就有可能平時有過勞嘅情況出現啦。而家將手踭放去1點鐘位置，同樣都係保持15秒。然後就到臀中肌嘅伸展啦。臀中肌喺我哋盤骨下方側邊嘅位置，如果呢一嚿肌肉繃緊嘅話，你可以見到佢會將我哋嘅盤骨向下扯嘅。伸直雙腳坐喺地下。然後我哋將右腳嘅膝頭哥拉向對邊嘅膊頭，記得要保持身體挺直。你會感覺到右大腿外側會有拉扯嘅感覺。我哋保持呢個姿勢15秒。喺過程中你可以將膝頭哥上下移動去到唔同嘅位置，然後就感受一下唔同位置嘅拉扯，可以喺特別酸軟嘅位置停耐啲。好，而家轉左腳。同樣地，將左腳膝頭哥壓向對邊嘅膊頭，保持身體挺直。第二階段，受盤骨傾斜嘅影響，我哋嘅脊椎長時間受壓，脊椎嘅小關節呢會變得僵硬甚至移位，所以呢，我哋要配合脊椎鬆動同埋復位嘅運動。首先，雙手同埋膝頭哥放喺同膊頭一樣闊嘅位置，確保雙手喺膊頭正下方，兩隻膝頭哥喺髖部嘅正下方。然後將臀部同埋肩部彎向同一個方向，記得雙手同埋雙腳係唔會離開地面嘅，主要由軀幹帶動呢一個動作。左右兩邊交替咁做，呢個動作主要鬆動脊椎側彎嘅功能。你可以感受一下邊一邊嘅感覺比較緊呢？喺比較緊嗰一邊，你可以做多幾下。我哋而家總共會做20下。嚟到第二個脊椎鬆動嘅動作。雙腳膝頭哥慢慢爬向後邊，將髖關節放低，膊頭向後夾實，雙手撐直。而家將膊頭轉向右邊，眼望腳踭，雙手保持喺地面，保持5秒，然後轉向左邊，再保持5秒。轉向右邊。左邊，而家回到正中間，pat pat 向後坐，腰椎伸直，放鬆。好，起身，髖關節放喺地面，重複啱啱嘅動作，轉去左邊，右邊，
左邊、右邊，pat pat 向後坐，放鬆，好，起身，轉去左邊、右邊、左邊、右邊，pat pat 向後坐，放鬆。最後階段，最後呢，我哋會強化返一啲弱嘅肌肉，希望可以將傾斜咗嘅盤骨拉返去正確嘅位置。呢個動作我哋要喺一個台階上面做嘅，你可以喺樓梯或者踩喺張凳上面做都得嘅。而我就用咗瑜伽磚。我哋將左腳踩喺台階上邊，雙手放喺盤骨嘅位置，將盤骨傾斜到右邊。然後再收緊左腳臀部，將盤骨傾斜去左邊。一開始可能你會覺得好難嘅，但係唔緊要，我哋慢慢感受一下自己臀中肌同埋腹肌嘅控制。過程中請確保雙腳嘅膝頭哥都伸直，落嘅時候右腳唔好踩落地下，全程只有左腳支撐。我哋每邊都做10下，總共做3組。好，而家轉右腳啦。咁做嘅時候，你就要感受一下，啱啱做左腳嘅時候，左邊嘅臀中肌攰啲啊，定係而家做右腳，右邊嘅臀中肌攰啲呢？如果你左右肌肉唔平衡嘅話，你就會感受到好明顯嘅分別。咁喺攰啲嗰一邊就要做多一組啦。第二個強化運動係側平板支撐，打側瞓喺地下上邊，確保手踭喺膊頭正下方，膊頭、髖部同埋膝部係連成一直線嘅。將髖部向上抬起，離開地面。呢個動作會訓練到我哋側腹嘅力量同埋核心肌群嘅力量。記得要收緊你嘅腹部，注意唔好將身體向上擰，肚臍要指向前邊嘅方向。慢慢將髖部放低，輕微掂到地面，然後再向上頂，為之1下。我哋做10下。如果做完10下你都唔係覺得好攰嘅話呢，就可以做伸直腳嘅版本。呢一個係比較困難嘅版本，同樣都係將髖部頂向天。咁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能力而選擇做曲腳或者直腳啦。好，而家轉邊，同樣都係做10下，總共會做3組，同啱啱嘅運動都一樣啦。你要感受下左右兩邊邊一邊比較攰嗰一邊就要做多一組啦。